Hello，歡迎返到嚟每周嘅塔羅占卜啊！最近就嚟新年啦，大家唔知準備成點呢？呢排天氣都忽冷忽熱，大家要小心唔好病。過個開心嘅新年，喺度都預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新一年呢，會係一個所謂比較動盪啦、多變化嘅一年嚟嘅。咁所以有陣時日常生活有好多嘢都一下子會變得好好，但係同一時間一下子都會變得好差。每個人都要慢慢去感受呢一種嘅變化，嚟得好急，亦都去得好急。然後就自己心理準備要做好，點樣去應對。最緊要係放鬆個心態去接納呢一切都係好自然而然喺日常生活入面會出現。所以有陣時有啲嘢就突然之間好低潮嘅時候發生嘅話，就唔好去好拒絕佢咯，去面對佢，望住佢，然後接受佢會咁樣發生，同埋相信喺呢啲唔好嘅嘢完咗之後，其實跟住又會有翻好嘅事情發生，就係咁一個好變化、好動盪嘅一年。所以如果你越係可以去接納到，即係坐住呢一個嘅波浪又高又低咁樣，你當好似玩緊滑浪咁樣啦。如果你可以駕馭得到嘅，你呢一年都會過得好順利、好舒服。如果唔係嘅，你就會俾佢一啲好反覆嘅事情發生啦，影響到你情緒啦，繼而就影響到你日常甚至乎成年嘅運勢。咁所以喺新一年啦，希望大家都保持一個平靜嘅心態，最緊要係照顧好自己身體同埋心靈嘅需要。即使有煩惱都好啦，唔好俾佢影響咗或者主導咗你本來嘅生活。然後用翻自己啱嘅節奏去應對所有嘅事情，尤其是當你發現有啲事情重複出現嘅時候，其實係提醒緊你要去諗一啲解決嘅方法㗎。呢個方法可能就係做翻一啲你以前冇做過嘅嘢啦，或者嘗試一個新嘅手段啦、新嘅路徑啦、新嘅途徑啦，去解決同一件事情。甚至有時就係可能提你唔需要點樣去面對佢，而係坐喺度靜觀望住嗰件事情，以一個點樣嘅形式發生，然後你或者可能從中觀察得到，其實當中你要學啲咩咧，你要做啲乜嘢咧，會係一個咁樣嘅一年嚟。好啦，咁講到呢度咧，我哋又開始抽今個禮拜嘅塔羅牌啦。咁我哋第一條問題係今次做嘅呢件事，屋企人會唔會發現係我做嘅？咁朋友就冇講到啦，就唔知道係啲咩嘅，姑且問下塔羅睇下佢有啲咩答覆俾你哋啊。呢一張咧係錢幣八嘅逆位置牌嚟嘅。如果佢正位置，其實係一張學習啦，或者係所謂嘅修煉啦，即係喺一個嘅課題上面去吸收更加多嘅內容，去深化一個專業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如果佢係逆位置嘅第一啦，有機會關於學習嘅事啦，或者關於一啲進修嘅事啦，但係你可能中途放棄咗某一件事情，你中途放棄咗而唔去話俾你屋企人知嘅，咁你話佢哋會唔會發現係你做嘅呢件事情呢？我覺得唔會發現嘅，因為本來咧就冇期望到會係你有份參與呢件事啦，所以佢哋其實對你係冇一個好大嘅懷疑嘅態度。咁當然我唔知道嗰件事情係一件咩事，我都唔會去 clarify，因為呢個係你本人嘅私隱嚟嘅。但係如果你只係單純問佢哋會唔會發現係你做嘅，呢一刻我會話未發現得到咯。而至於將來會唔會繼續發現到呢？我哋又開多張望下先。呢張係11號正義牌嘅逆位置嚟。我覺得呢件事情不久嘅將來始終都係有機會會爆咗出嚟嘅，因為正義牌就係講緊有啲唔公平嘅對待，佢哋反而可能會質疑你點解當初瞞住佢哋呢件事情。可能啊，如果你一早或者呢個 moment 同佢哋解釋咗呢件事情嘅話，件事情或者唔會變到咁差嘅。我睇多一張先。呢張係錢幣女王牌逆位置嚟㗎，我唔太見，即係呢啲牌開出嚟啦。雖然三張逆位置其實都有一個好明顯嘅信息啦，就覺得你呢一刻其實比較唔好瞞住佢哋，越早同佢哋講呢件事情，個結果越容易可以收拾到。佢哋點都會可能有介意、有負面嘅反應去俾翻你㗎。但係如果你呢刻選擇去隱瞞嘅，
之後出嚟嗰個反應，嗰個負面嘅反應係會再比依家大好多倍，而且會影響到好多真係家庭嘅關係啊、人際關係啊、處理上面嘅問題，反而係你想象唔到嘅後果，而係要你去承擔嗰個結果咯。咁所以我自己就比較建議係，如果真係呢件事情你覺得係可以冚到瞞天過海嘅，咁你可以嘗試一下，係呢一刻係可以冚到嘅。但不久將來嘅時候，或者再遠啲啦，我覺得每翻半年到啦，半年之後佢哋即使都會發現呢件事情嘅話，其實係嗰個反差、嗰個反感會更加大。咁變咗，我會建議你最好短期內就同佢哋去解釋呢件事情，會對你啦、對成個關係啦、後續嘅處理方式都會更加好咯。咁呢度祝你一切順利啊！好，下一條，請問關對雙的感情想法是？不好意思，我想問你每周聽我的國語還聽得懂嗎？說的並沒有很好。這一張是師姐的權杖的師姐逆位的，他目前對你的想法，如果是感情方面的話，是已經沒有那麼的熱情，也沒有那麼多的好奇心，所以是有點失去了耐性，也沒有想約你出去玩什麼的。所以如果在感情上面看的話，而你們還是不在一段穩定的關係當中的話，會比較是疏遠，比較遠距離的分開了一點，冷漠了一點，就對你沒有興趣，也可能不會約你出去玩，或者感情更加深入的交流，就沒有這件事情了，就比較有點距離，所以他現在是對你沒有什麼興趣的。如果你們是在一段關係裏面的話，就可能分開冷靜，各自各過自己想過的生活，然後有需要的時候再一起去吃飯啊，或者是聊天，在一起的時間會比較短一點的話，可以保持這段關係比較長久一點，就不要刻意去做什麼增加什麼激情熱情，在這段關係裏面反而會破壞掉現在的這個平衡感。所以就我再加出一張。哦，這張是權杖的國王牌，可是它是逆位置的，所以我覺得不要去主導這段關係要去一個怎麼的方向，反而讓它順其自然去發展就好了。現在如果是比較分開的狀態，就不管它，就讓它拉遠一點距離，稍後的時間哦，有可能就會有點改善。我看一下有什麼改善的建議給你。哦，這是高塔牌還是逆位置？稍後的時間會發生了一點事情，然後會讓你們的關係來到一個臨界點，也可能去考驗一下你們對雙方是不是還在意，或者是有興趣的程度。所以現在如果是比較拉開了一點距離的話，就先不要太積極去做什麼，然後等待那個時間點發生的時候再去把握這對關係後續要怎麼做。我現在看的話是比較有一個大的考驗在未來的時間點會發生，所以就如果你現在再去做些什麼的話，會讓這段關係更加的混亂，更加的不知道怎麼辦，所以有點距離也不是一個太壞的選擇。對，這張是權杖10的9的逆位置，你會發現它不是最重的，有可能你會發現它並不是一個太適合你的人，然後就有機會去翻掉這段關係。所以在高塔牌那個特殊的事件出現的時候，就給你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判明這個人是不是一個好的對象。我這樣子看呢，就4張牌都是權杖的牌，權杖，就總括來說，我覺得這個人你有一天會發現他並不是一個適合你的人，然後你在那個時候就會放棄掉。所以如果現在你們的關係並沒有很親近的話，可以慢慢的把這一段關係去掉淡，然後就讓它過去會比較好一點。
好，下一條好啦，跟住下一條問題啦。今年內事業會可以點樣突破？首先係 Temperance 啦，14號節制牌啦，要諗多啲方法去做轉機嘅，即係舊時嘅方法其實唔 work 噶啦，要做好多嘅改變變化啦，做一啲自己冇 challenge 過嘅嘢，今年可以再試下，但係前提係要滿足自己嘅慾望，嗰件事情係真係你想做嘅，就主動啲出擊去做。呢個係聖杯九啦，即係要滿足自己個人嘅慾望優先，同埋帶住一個初心，好玩樂，好投入嘅感覺去做咯，嗰啲嘢，而唔再係好似為咗生計啊，為咗當下嘅某啲可能財務上嘅問題啦，多啲跟住自己嘅感受去走。如果你嗰刻嘅感受覺得係想試呢樣嘢嘅，咁可能揾咗啲資料，理性啲去揾啲資料去 support 自己啦。但之後都係跟翻自己個直覺嘅感受，就係我其實最終如果撇除晒所有外在嘅理智條件以外啦，你嘅內心其實係想唔想做呢件事情先？如果你係想嘅，你一定會諗到 Temperance 嘅一啲辦法去幫助你做得到呢件事情嘅。咁所以就跟直覺走好重要啦！如果你想今年事業有突破嘅，就跟多啲自己感受，做多啲自己想做嘅嘢，而且係主動多啲去做，揾方法一定要去完成同埋滿足到佢，呢個嘅過程會係你今年需要突破嘅位置啦。然後下一題，最終大學邊間院校收有冇特徵？嗱，大學咧我諗你可能真係指 graduate 嗰啲 course 啦，undergraduate。學士課程嘅 course 而唔係可能泛 dip 啊、high dip 啊或者其他途徑上去嗰啲，而真係想問有冇大學收你啦，而且係咩特徵啊？呢張係權杖嘅騎士牌逆位置啊！嗰間學校咧，你唔係，我覺得唔係第一中意噶啦，跟住可能你讀嘅科目都未必係你中意嘅科目，因為呢張係熱情牌，而且係到位置嘅話，其實你對嗰樣嘢完全冇興趣嘅，即使嗰間大學係收咗你都好啦，你會好頹啦，讀得同埋覺得係將就好屈就自己去讀呢間學校嘅一件事情。咁有冇啲咩特徵咧？我再開多幾張先。嗱，我今日記得啦，可以開多啲牌問多啲。首先咧，冇同學同你一齊讀咧，呢間係你好獨自地得返你自己一個人去揀嘅一個嘅科目啦。同埋就都幾離開市區嘅一間學校嚟嘅喎，因為 The World 世界牌啦，跟住錢幣三嘅逆位置啦，就講緊團隊合作，唔係一間好學術性嘅學校，而且係遠離咗市區嘅。咁八大院校嚟講，我就覺得，我真係唔知邊間學校係比較可能所謂嘅清幽，或者係唔係咁煩囂嘅感覺啊，咁所以就交俾你自己去判斷下啦。佢嘅特徵係遠離市區啦，跟住係冇乜人讀啦，唔係好熱門嘅學校啦。咁你可以再去斟酌諗一諗。不過我覺得最大嘅問題係呢間學校並唔係你嘅 first choice 咯。咁所以你可以打定一個比較壞嘅打算，就係你有機會讀一間自己唔中意嘅學位課程。不過你可以選擇就係經其他途徑去返你自己想要嘅嗰個學校學院課程啦，抑或是係你將就要呢一個嘅 choice， 會係呢個當下嘅問題嘅，你需要去諗嘅事情。好啦，下一條人際關係，純粹係一個範疇嘅人際關係，咁就全部嘅人際關係去問啦。錢幣九喎，人際關係上面咧，其實我覺得你唔需要太介意同人之間嘅相處會係點，即係專注翻自己嘅快樂享受，活在當下做自己想做嘅嘢，咁就已經好足夠。反而人際關係唔會係一個需要你去積極處理或者有嚴重問題嘅問題嚟。咁專注翻喺自己生活啦，做自己想做嘅嘢，咁就可以啦。我覺得唔需要太擔心人際上面嘅煩惱。當你活得開心自在，係專注自己想行嘅路嘅時候，你嗰個出嚟嘅磁場咧，其實會吸引翻同你或者理解你嘅人出現咯。咁如果你係擔心其他人點睇你而家嘅選擇嘅話，反而呢種磁場先至會喺度破壞緊你人際關係咯。理解呵？好，下一條。還是對兩個很迷茫，可以給我建議嗎？我開一張睇下先。呢個係 Judgment 嚟嘅喎，20號審判牌，佢都真係淨係問緊你自己嘅感受喎。我問下 A 同 B 嘅選擇啦，咁我就唔知你 A、B 選擇係咩啦，咁又自己去感受一下邊一個會好啲。
兩張都係想法上面嘅牌，有寶劍七啦，同埋寶劍一嘅牌嚟嘅。咁寶劍一啦，有一個人係可以帶到好多思想上嘅衝擊，或者新嘅諗法，或者你從來冇接觸過嘅價值觀俾你嘅一個人，我會覺得呢個人會適合你多啲嘅。而另外一個係寶劍七嘅人啦，就你比較唔容易對佢收埋喺自己。好多嘢都要將個心攞出嚟同佢講咯，即係所謂嘅唔可以講大話啦。佢都唔係好中意人去隱瞞佢任何嘢。咁呢個嘅相處嘅話，我就覺得反而對你會有啲壓力咯。即係你有時有啲嘢想收埋，唔想分享，或者好唔想好直白地去表現一啲嘢嘅時候，但係嗰個人就會因為佢嘅性格就好中意將所有嘢挖到底啊！乜嘢都要知道晒，而且唔容許有欺騙嘅話，其實俾好大壓力你。咁變咗，如果有一個嶄新嘅價值觀同你完全係所謂嘅另一個嘅角度、另一個嘅世界，而你係未知道、唔理解嘅話，嗰個人反而會依家嚟講會比較適合你咯。因為我覺得另外一個要唔欺騙嘅關係嘅話，我覺得會俾好大壓力你。好，下一條。點解前男友同嗰個女仔影相，但唔同我影？我同嗰個女仔都係前男友嘅 ex， 即係問嗰個唔影相嘅原因啦。呢個係女祭司嘅逆位置嘅牌啦，佢冇諗太多，亦都唔需要你諗太多，佢只不過係當下覺得好玩，所以想做呢個嘅選擇，即係佢開心，所以做呢個嘅選擇咯，而唔係好牽涉到一啲所謂嘅關係上面嘅關聯，即係你同佢有關係，佢同佢關係，所以佢就咁樣做，冇呢啲好深層嘅意思喺入面咯，即係純粹都唔經大腦地去咁樣諗嘅。而且咁啱嗰個氛圍、嗰個時機點，佢覺得可以影相嘅，跟住佢就去影咗咯，而唔係因為佢可能有 X 有 X， 跟住佢對佢咁做，佢唔對你咁做，就好似有個唔公平，你覺得唔公平嘅狀態，係咪背後有啲咩特殊原因咧？其實係冇嘅。塔羅牌想咁樣講咯，即係其實簡單啲叫你唔好諗咁多。跟住 Hierophant 就係佢，我覺得呢個本身呢個男仔咧都係有啲破格，好跟自己風格走嘅人嚟嘅，咁所以你唔可以用一啲好理性邏輯嘅嘢去 judge 佢點解要做呢個決定。有時佢都冇得解釋，佢嗰下想做就係咁做，當下個感受嗰個 feel 嚟到，佢就係想咁做咯。咁當然你問佢其實會唔會可以都同你影翻張相，或者佢拒絕你影相嘅理由係啲乜嘢咧？當佢理智控制唔到嘅時候，佢或者會同你去影相嘅。呢張係寶劍嘅國王牌逆位置啦。寶劍國王嘅逆位置就係講緊唔理性啊嘛，睇啲嘢唔係睇得好遠，或者係睇得好近嘅嘢，唔係諗太多而去做決定咯。其實呢度都好多權威性嘅牌嚟嘅。我覺得個主導權啦都係喺翻對方身上啦，而有啲話咁俾我知就係你冇資格去決定究竟佢同邊個影相啦。即使我話咗個原因俾你知都好啦，對方都唔會中意你去用呢啲咁嘅 reason 去 challenge 佢，就係點解你同佢影唔同自己影？呢樣嘢反而佢係會更加去反感咯。即係如果佢心情好嘅，佢覺得啱 feel 嘅時候，佢就會想咁樣做，而你係冇資格去話佢究竟點解咁樣做咯。咁所以就我覺得你係咯，唔可以去左右人哋嘅選擇係咩咯。Whatever the reason 係乜嘢都好，希望呢度解答到你。好，下一條。LKC 係咪嬲我，同埋點解嬲你？咁呢度有兩個問題啦。首先佢係咪嬲你先？係，佢係嬲你。呢張係聖杯騎士牌嚟嘅。感受性上面係有啲唔妥你、唔接受你、唔中意你嘅感覺。個原因係啲乜嘢咧？你係咪破壞咗佢一啲本來嘅好事啊？佢本身可能做緊一啲好開心、好愉快、好享受嘅嘢，但係你突然之間嘅出現，或者可能一句說話破壞咗嘅氣氛啊，破壞咗成個事情嘅進展啊，而令到佢覺得你好阻礙、好麻煩佢，所以佢因為咁而嬲咗你咯。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喺唔合適嘅時候做咗啲嘢，而對方係受到影響嘅，所以佢就有啲唔中意你，而呢個就係佢嬲你嘅原因啦。好，下一條 Jaden still like me， 即係問 Jaden 仲中唔中意你啦？唔知佢係 X 定係應該係 X 啦。佢問仲中唔中意你嘅話，錢幣七啦，有感覺嘅，但係佢已經唔期望會同你有理想嘅發展關係咯。
對你係有 feel 嘅，但係復合呢樣嘢佢冇諗，佢反而比較多係失望嘅想像咯。佢對同呢段關係未來復合嘅嗰個想像係傾向失望嘅，所以其實佢係唔會去咁做咯。暫時嚟講，即使佢可能都有少少眷戀都好啦，但係就睇下建唔建議你哋有啲咩進展先。就唔見你哋有咩進展啦。我覺得你哋過去會分開嘅原因好大，係大家價值觀唔夾咯，同埋好容易嗌交咯。為咗一啲事，大家又唔想去妥協啊，又唔想去接受或者理解對方嘅話，咁其實 so far 即使係有感情都好啦，都見唔到將來會有再重新一齊嘅機會。好，下一條最近嘅運勢整體啦，整體運勢會係傾向寶劍六嘅位置嚟嘅。寶劍六就走唔出一啲困境困局喎，咁所以最近運勢都係兜翻轉頭去舊時一啲負面嘅情緒同埋諗法入面，然後走唔到出嚟，咁都係一個比較低潮嘅位啦。需要你自己去察覺自己其實係點解會跌咗喺一個咁樣嘅位置，而唔願意去走出嚟嘅真正原因係乜嘢？咁就聖杯一啦，感覺上係失戀嘅問題啊，感情或者人際關係有啲關係上面你走唔出嚟嘅，咁就一直俾佢 trap 住咗、捕捉住咗，離開唔到。咁所以你自己都要學識去放低咯，感謝呢段關係，同埋唔好對呢段關係再有太多未來嘅想法。咁你就唔會俾佢拉住，你就可以向前走啦，創造翻屬於你自己嘅人生。呢張係女王牌嚟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好簡單，你放低你過去嘅感情啦，唔好再去諗佢啦，因為你而家俾佢trap咗你嘅思想咧，你改變唔到，你成個生活都圍住咗呢段錯誤嘅關係去走。咁你要相信翻自己，其實可以創造屬於你嘅關係，你想擁有嘅關係啦，而唔係俾舊時呢段所謂嘅失敗嘅經歷去影響咗你。咁當你相信自己其實有能力去揾翻一個合適嘅人嘅時候，或者創造翻屬於自己想要嘅生活嘅時候，當你成功咗嘅話，你就唔會去理過去呢啲嘢噶啦。咁所以專注喺察覺自己 trap 咗喺咩位置啦，放低多謝佢，即係所謂嘅可以斷捨離啦，然後再重新去投入創造自己真正想要嘅未來嘅生活啦。祝福你。好，下一條，邊個月份揾到新工作啊？月份，今年係咪？聖杯十嘅逆位置喎，我覺得短時間內都未必會揾到喎。感覺上好多嘢你有嗰個機會嚟到嘅，但係唔啱你心意啊，咁變咗即使有工作嚟到都好啦，你都唔會把握呢個機會，而係一直想去等咯，等到一份好似等緊一個完美嘅夢中情人一樣啦，你都等緊一份同你好合契嘅工作嘅機會嚟到嘅話，咁就變咗會一直拖咯。至少拖到年尾嘅時候，可能真係磨蝕咗你嘅耐性嘅話，你就有機會去接受嗰個 offer。我覺得比較大嘅問題係你唔中意受制喺啲有制度嘅環境下，咁但係好無奈地，香港有大部分嘅公司或者可能社會上面嘅發展都，除非你係做創意啦，或者做自媒體、做媒體類型嗰啲，可能會比較少限制嘅框架。但係如果你覺得嗰件事、嗰個工作其實俾唔到好大自由度你嘅話，其實你都會係一直拒絕落去，因為你都一直想揾到一份啱自己心水嘅工作，咁就變咗喺短時間內都唔容易遇到呢個機會。再者啦，呢張權杖八逆位置咧，我感覺就係你都唔知自己想要一份咩嘅工作，咁所以自然顯化唔到你想要嘅工作出嚟咯。咁所以翻轉頭一開始啦，首先你就要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先。你有嗰個計劃嘅話，有個好明顯一個嘅工作。成個畫面影像係浮現咗出嚟嘅話，當然你喺諗呢件事情嘅時候，你都要想象嗰份工作係唔受規限，係好自由嘅，係可以跟住你自己嘅步調，係好 free 地去做咯，唔會有太多規則要你跟啊，好似個奴隸咁樣去做嗰份工作。你要保持住呢個 mindset 去顯化你想要嘅嗰份工作嘅時候，你嘅目標明確咗啦，你知道自己唔想受框架限制啦，自然你就會可以顯化到你嘅未來想要工作出嚟。而呢個顯化嘅進度咧，就好睇你有幾立體地去想象自己未來嗰份工作嘅事情啦。咁首先你知道自己原來唔中意受框架限制嘅，咁你可以鎖定某啲工作係自由啲嘅工作，又可以即係所謂返工嘅時間係比較彈性啦，或者可以咁講啦，彈性嘅工作環境態度嘅話，嗰啲工可能會比較適合你啲咯。咁你就可以循住呢個方向去諗，其實有啲咩係啱你做啊，然之後再專注去顯化啊，想象自己
喺嗰份工作做緊嘅時候自己嘅樣個感受係有幾開心有幾享受嘅話，就可以幫你快速啲顯化到。如果唔係我見到即使到10月或者10個月之後嘅話，都比較難可以顯化到你真正想要嘅工作。你喺呢個半年內啦，你會不停有機會嘅，但係嗰啲機會你都好自然地去拒絕咗，因為你覺得唔係你理想嘅嘢。咁你唔中意嗰樣嘢，就算有機會嚟嘅，你都唔會去夾硬去逼自己接受咯。好，下一條問緊業績，呢個係一個嘅範疇咧。業績係權杖女王牌，冇問題啊。最近業績會提升得好好，或者保持一個好高度嘅位置咯。你想要咩都會顯化得到，你想要一個點樣嘅業績，都會有嗰啲人走過嚟去揾你，去幫你創造呢個業績嘅結果。咁所以保持呢個正能量啦，同埋一個高度嘅頻率狀態啦，有機會嚟到嘅全部都去把握佢，將自己擺咗喺一個女王嘅位置，就我就係咁受歡迎，我就係有咁樣嘅能力去做到一個咁高效嘅業績出嚟啦。同埋你本身人緣都好啦，跟住你待人接物都係好熱情啦，態度都係好積極認真啦。咁我覺得呢啲所有嘅條件都可以幫你創造到一個高嘅業績結果嘅。好，下一條，我3個月內會否脫單？即係問感情嘅。死亡牌喎，呢張係死亡牌，其實提你有啲舊有嘅觀念係要放低啦。可能如果你問感情嘅，你會唔會有啲擇偶條件其實已經唔再適合你，要去 refine 一下咧，即係重新去定義一下自己想要一個點樣嘅理想伴侶咧？因為舊時嘅理想伴侶其實同你依家嘅狀態唔係好 match 咯，咁變咗你無論如何都唔會顯化得到嗰件事情出嚟。咁所以你重新去諗一諗啦，會唔會舊時嘅我已經唔需要一個咁樣嘅對象啦？我可能重新就係諗，我依家要一個舒服嘅對象，可以唔使太大壓力嘅，可以容易啲傾偈嘅，或者其實嗰啲理想嘅條件全部都可以換過晒佢啊！咁當你有一個新嘅開始、新嘅念頭栽種咗喺呢度嘅時候，你就更加容易會揾到你想要嘅對象咯。咁所以嚟緊3個月會唔會脫單嘅，就好視乎你自己個觀感、你嘅價值觀嘅轉變同埋嗰個接納程度有幾多、有幾大啊！好，下一條 MI 點樣諗我？唔知咩關係啦，冇提到。咁呢張係12號吊人牌嘅逆位置咧，佢視你為酒肉朋友嘅啫喎。即係有陣時啲嘢唔想太煩，諗太多，覺得呢個世界好煩，好多嘢要考慮嘅時候，佢就會揾你一齊去玩去傾訴，佢會覺得同你一齊好舒服、好自由，唔需要去煩惱好多好無聊嘅問題。可以話係一個逃避嘅位咯，但係佢又唔係為咗逃避一啲嘅責任或者問題嘅，只係覺得同你一齊就可以唔需要煩呢啲嘢嘅話，咁佢就覺得你係一個好嘅傾訴對象。佢又唔似係一啲好去放負嘅人喎，反而係同你去玩。佢可能本身有啲好負面嘅嘢嘅，但係同你一齊佢攞到一啲正能量嘅話，佢就可以抵消咗，或者佢可能有勇氣去面對翻佢日常生活嘅問題咯。咁所以佢待你啦，係一個都幾唔錯嘅，酒肉朋友啦，你都可以咁講嘅，但係唔係負面嗰個意思嘅酒肉朋友，同埋你係佢唯一一個可以咁接納佢嘅人嚟嘅。你願意聽佢講好多唔同嘅嘢嘅人，其他人如果佢揾其他對象去講關於佢自己唔開心嘅嘢，啲人可能都唔會接受佢，我覺得佢煩啊，唔想再聽落去。但係你唯一一個會咁樣去聽佢嘅人，或者係接納佢一咁樣嘅人，然後仲要陪佢一齊去放負啊，去放鬆啊，去回復翻生活節奏嘅軌道啊，咁所以我覺得你對佢嚟講係一個都幾有意義嘅存在嚟嘅。咁睇下你自己會唔會覺得有壓力，其實唔想再咁樣為佢咁做。你都係一時興起衝動地去成為咗一個咁樣嘅對象，其實你可能本來都唔諗太多呢件事情咯。咁變咗，如果你唔係一個諗太多嘅人，咁佢就揾一個唔需要諗太多嘢嘅人嘅時候，你就正正係同佢 match 到呢個位咯。咁所以係咯，大家各自各有所取咁樣。好，下一條，我該怎樣做才會和男友的關係有所進展，恢復如初？中文係意思係國語係咪？我該怎麼做才會和男友的關係有所進展，恢復如初？現在你們的關係並沒有到那麼壞的階段，也沒有到要分手的地步，只是剛好有一些地橋的位置，需要大家一起去磨合，去了解雙方的價值觀，然後接納對方如原來是有這樣子的想法，然後你們從中可以怎麼互相去協調，
讓關係恢復大家都接受的方式去前進。因為這張錢幣的騎士牌是說你們在默默的努力的慢慢的去建穩這一份的關係，所以我看不到你們是有分手的可能性的，只是就大家要互相多溝通，還有互相去了解相關的需求需要是什麼，然後大家去接納接受對方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要求，看可以協調到怎麼一個地步，然後再一起慢慢的去走下去。我覺得你們之間的問題是有可能是一方太過主導，或者太多的要求，希望必須要這樣，就是一方必須完全聽從另外一方的要求還有建議去做，如果不這樣做就覺得這對關係不被尊重，就有這樣子的情況出現。所以就是大家互相去協調去溝通是比較重要的。比如說我不太喜歡這樣子霸道的方式，在這個溝通裡面你要告訴對方，或者你是這個霸道的一方的話，你就要去改善一下自己，不要太過去主導這個關係。這個關係要保持平衡，雙方都是在尊重的情況下去經營這對關係的話，是會有好轉的。所以我覺得不用太擔心，就稍微去修改一下自己的不好或者對方的不好，拿出來去溝通就好了。好，下一條宇宙當下俾你嘅建議。錢幣5，感覺你嚟到有啲低嘅位置，有啲不明所以，唔知道自己下一步想點，又唔係好差嘅地步，但係又去唔到一個好高嘅自己一個好理想嘅位置咯，咁就卡咗喺中間，唔上唔落，要走唔走嘅一種嘅感覺啊。咁所以宇宙俾你嘅建議就係，佢反而提翻你啦，你有冇啲初心，曾經好想做嘅事情放低咗，但係一直冇去經營嘅，不妨喺呢一個階段去做翻嗰件事情啦，睇下自己嘅熱情仲係咪保持咗喺度，或者嗰份嘅熱情有機會令到你嘅生命重新燃點翻一啲嘅希望嘅話，你就可以由呢一個不明所以或者好混沌嘅位置度抽翻嚟出嚟去咯。因為錢幣嘅使者牌都講緊好多你好唔被接納或者好第一個念頭拋出嚟嘅想法，但係就俾社會好多嘅規則壓抑咗落去，而令到你收起咗呢個咁樣嘅自己，你要去諗翻呢個咁樣嘅自己出嚟。同埋就都有啲情緒係主導咗同埋壓抑咗。明明係有一個咁樣嘅想法想去做嘅，但係你就控制咗自己嘅情感，唔好俾自己去爆，唔好俾自己去失控，同自己講所有嘢都要冷靜理性咁樣去面對。但係當感情嘅部分又撳低咗，跟住想法嘅部分又撳低咗，咁其實你仲剩低啲乜嘢呢？你發現自己乜都冇嘅時候，你好似唔知為咗啲咩去努力而去繼續。咁所以呢個就會係你錢幣5當下宇宙俾你嘅一個建議啦，你就係困住咗喺一個乜嘢都自己去剔走晒，唔理佢，唔去在乎，唔去重視佢。有啲係將自己完全抽離咗一個嘅狀態，跟住但係又可能去抱怨點解乜嘢都冇咯。你明明係你自己選擇咁樣做，選擇去放棄咗一啲好初心嘅諗法，選擇去抑壓咗自己好大部分嘅感情，令到自己喺一無所有嘅狀態下，又再去自憐自艾自憐咁去可憐自己，點解我好似乜嘢都冇喺手，乜嘢都冇剩低咧？呢個就係一個宇宙俾你嘅提醒嚟。咁所以其實你可以點做咧？就係令到你嘅生活忙碌起嚟啊！佢冇權杖牌啦，所以其實唔係行動力嘅問題，係想法嘅問題。有啲想法同埋感受，你不停係棘住咗，撳低咗自己啦。咁所以即使你想去行動都好啦，你都撳低咗自己唔去行動。咁反而你有一個咁樣嘅停咗落嚟嘅想法都好啦，你實際嘅行動都要去做咗出嚟先。一路俾自己生活忙碌，攝滿晒所有唔同嘅嘢，唔同嘅 schedule 喺你嘅日常入面，跟住你就會慢慢知道個比例或者你嘅感受其實係停留咗喺邊一件事件上面。嗰件事件或者就可能係你拒絕啦，你抗拒啦，其實你本來就想做嘅嗰個
寶劍侍者嘅嗰件事情嚟，咁所以宇宙好直接俾你建議，就係俾自己忙碌起嚟啦，塞滿晒個時間表，而呢個時間表唔係淨係為咗一件事情，而為好多唔同嘅事情去塞滿晒佢。慢慢地你會發現，原來我做呢件事情嘅嗰個時刻係最享受、最開心同埋最舒服、最唔需要去顧慮感受同埋想法嘅嗰個時刻嘅話，或者嗰件事情就係你要重新去投入去做嘅嘢。呢個就係宇宙當下俾你嘅建議啦。好，下一條，屋企嘅資金情況幾時會好返呢？呢個問題咧有少少係外在環境其他人嘅狀況，但係如果我將你介入喺呢件事情，就係你可以做啲乜嘢去幫助到屋企嘅資金狀況會有所改善，我會咁樣去幫你問咯。聖杯四啦，都要諗辦法噶啦，而且眼前你見到嘅所有可能性已經係冇可能噶啦，即係你都參與唔到，改變唔到，咁所以你就要去諗更加多嘅可能嘅方法咯，或者可能你自己其實做到啲乜嘢，會唔會係情感上面嘅支援俾到佢哋啊？由其他嘅角度去俾啲意見佢哋啊，唔好同佢哋用同一個思維去諗。如果你係用佢哋嘅思維嘅想法嗰個邏輯去諗嗰件事情嘅話咧，其實你都係跌入咗嗰個漩渦入面，都係幫唔到呢件事。咁所以如果你想幫到呢件事情，令到成個狀況有所改善嘅，就係你都幫佢哋去由其他角度尋找其他嘅方法，而佢哋係冇用過嘅方法去幫佢哋去諗呢件事情咯。實際上面嘅資金啦，或者可能物資上面咧，工作上面嘅，你未必幫到佢哋，因為我感覺情感嘅支援更加重要咯，鼓勵啊，提醒佢哋唔好放棄啊，呢啲嘅 support。會係你當下可以做到，而係幫助到大家去改善成個嘅狀況嘅。好，下一條，點解人緣開始冇咁好啦？呢啲問題咧，其實成日都有前設咧，我自己覺得真係要改下佢啦。如果你有一個咁樣嘅前設，其實你就認定咗自己嘅人緣就唔好嘛，跟住你再唔認定咗自己唔好之下，仲要話開始更加越嚟越差嘅話，即係其實你去顯化緊一個唔好嘅關係出嚟，明唔明白？咁就寶劍三啦，有啲事情令到你好 hurt 啦，好受打擊啦，自尊好受傷害困擾，然後低落咗，所以你就諗出去呢個世界所有嘢都好似全世界都唔中意你、討厭你。咁其實可能真係一件淨係屬於你認為嘅小事，喺所有人眼中都唔係一件值得放大嘅嘢。當然呢個講法係好似好鄙視咗你嘅感受啦，但係你都唔需要咧去為咗呢一個咁樣嘅感受而去放大投射咗喺所有人身上，覺得所有人都唔中意你。我覺得你自己心態上面都有啲改變嘅，或者你可以唔開心，你可以即係嗰啲同大家講出嚟，分享呢件事情，睇下大家係點樣睇你。咁所以其實溝通呢個位咧都好重要。戰車牌嘅位置，其實單純地你對自己冇信心啫喎，你覺得自己失敗做得唔好嘅，喺其他人眼中其實可能冇呢個諗法嘅。至於其他人係咪真係有咁樣嘅諗法，你應該要當面同佢哋溝通，問佢哋之後先知道啊，原來大家都唔係咁諗你嘅。咁你啲自信心咪翻嚟嘅時候，你嘅人際關係自然會改善到啦。即係所謂嘅人際關係改善到係你睇其他人嘅嗰個人際關係眼光改善咗嘅話，其實你會知道一開始你嘅人際關係根本就冇差過，所以就唔存在會係開始越嚟越差，只不過係你嘅心態改變咗嘅時候，你睇呢個世界嘅眼光都唔同咗。其實歸根到底都係你對自己冇自信啦。但我覺得呢個冇自信咧係好關乎你對自己嘅要求太高啊，變咗你未必你達唔到自己嗰個基準嗰個要求嘅時候，你就去判定咗自己係一個冇自信，然後就判定咗呢個冇自信就會影響到你自己嘅人際關係。咁所以其實當下就係你要耐心啲去看待呢啲所謂嘅負面事情，你都積極啲去諗一啲嘅長遠嘅方法。如果未來真係又再發生呢啲嘢，令到自己自信心低落嘅話，其實你可以做啲乜嘢咧？要有一個解決嘅方案去準備定俾自己咯，以免同一件事情發生嘅時候，你又跌入咗一個負面漩渦，覺得自己冇自信，覺得受傷，覺得全世界都討厭你。咁其實呢個狀況係你自己諗嘅啫嘛。所以點樣令到自己喺呢啲關係呢個狀況之下都可以重新振作，重新去唔係喎，我唔應該咁樣諗嘅話，呢個係你當下可以做嘅行動啦。我自己覺得塔羅牌話俾你知，其實你人緣唔係咁差，你會差係因為你對自己要求高，對自己冇自信，先至覺得自己喺人哋眼中唔係一個好高 standard 嘅話，你就覺得人哋討厭你。但其實根本結果唔係，根本結果你對自己唔夠自信，其他人即使好信任你，好睇得重你，或者覺得你好犀利都好，你唔咁樣認為自己嘅話，咁你都唔認同自己咯，咁你點會相信其他人會去認同你咧？明唔明啊？所以加油啊！
唔好放棄，同埋揾多啲方法去俾自己點樣去 deal with 呢啲嘅 difficulties， 諗多啲唔同嘅 solution，而唔係每次有事發生嘅時候都停留咗喺呢個諗嘅階段，然後就用其他人唔中意你去 end up 咗呢件事情。其實呢件事情係有少許不負責任嘅，好似覺得係因為外在嘅因素而令到自己冇自信做得唔好。其實你要翻返去自己嘅內在嘅狀態，去所謂覺醒翻啦。其實呢件事情係自己諗多咗，自己俾自己太高嘅 standard， 真係可能唔關其他人事。OK， 好，下一條。DSE 成績會入到想入嘅大學嗎？海外嘅，如果你要出去海外發展嘅，就會有少少困難咯。因為呢張係權杖3嘅逆位置啦，就係關於去海外發展嘅牌啦。咁變咗，其實如果你有呢個打算嘅，就要再努力啲啦。但係如果你冇呢個打算嘅，我睇下 local 嘅係點先。都容易有一波三折喎，要做多啲規劃同埋計劃，嗰條路線應該要點樣去到自己想要嘅地方，或者有冇啲後備嘅方案要諗多啲去準備。咁所以你話你嘅成績會唔會入到想入嘅大學嘅，可能入到嘅，但係就會比較波折啲咯。咁依家都係講緊就係要再做多啲準備功夫啦，同埋要花多啲時間啦，同埋過去有啲做得唔好嘅地方唔好理佢，你快啲去把握時間去清理好舊時做得唔好嘅題目，然之後去認真做好佢，明白當中嘅問題錯處係乜嘢，不停去修正過去一啲錯嘅暫時做得唔好嘅範疇咯，然之後再去專注修正翻，令到自己一個成績去再做得好啲，跟住你就會有更加多嘅把握去揀到自己想行嘅一個方向。但如果你諗要出去發展嘅，我覺得就唔係太適合咯，同埋要諗定多啲後備方案啦。呢個係投落俾你嘅建議。好，下一條，點解尋晚發咗個咁嘅夢同男朋友有關？即係個夢係有啲咩意思呢？錢幣1喎，你哋關係有啲阻滯喎，有啲一齊計劃嘅嘢唔係好順利，大家嘅意見會互相左，就唔係好一致啦，個結果嘅共識。我覺得嗰件事情咧有必要攞出嚟，大家再一齊去傾下，因為有一方唔係好睇好嗰件事嘅發展啦，咁變咗另一方拒絕，一方又覺得冇問題嘅，咁係一個溝通上面嘅問題，而導致呢段關係可能出現咗有些許嘅變化或者變卦啦。覺得付出得太多喎，應該要收起一啲喎。講緊去旅行定係買樓買車嗰啲問題，因為有2張錢幣派出嚟，所以呢張係錢幣1嘅逆位置啦，星星牌逆位置啦，同埋錢幣6嘅逆位置嚟㗎。我覺得有一個慾望咧，係有一邊係想去做、想去買或者想去實現嘅，但係有另一方就覺得太冒險啊、太進取，依家唔係嗰個時機去做，而造成你哋關係之間有一個嘅衝突咯。咁我覺得係可以溝通嘅，同埋大家一齊去計劃好。咁未至於會影響到關係好大嘅問題嘅，只係一個咁樣嘅事件而透過個夢境去反映翻出嚟俾你知咯。係啊，有一邊去諗呢啲事情嘅時候唔係諗得好理智。呢張係寶劍皇后牌逆位置，今日都抽到幾多逆位置嘅牌喎。咁寶劍皇后嘅逆位置咧，就講緊一啲思緒上面嘅嘢，唔係好理智啊，即係好倉促啊，有啲嘢諗得。咁所以我覺得關於一個嘅決定嘅問題嚟嘅，而呢個決定係真係要大家要再三一齊去思考下，諗清楚先至去做嘅決定，唔好急。我感覺似係你好似想去逼緊做某啲嘅決定咯，但係就對方可能唔認同，或者對方可能覺得未係一個嘅時機，而反而對方呢種心態或者情感上面唔支持你就更加同佢去對立咗，更加唔理智地去認為自己呢個決定其實應該係啱，應該係合適嘅。咁但係就真係唔係一個好嘅時機點，大家可以再從長計議，慢慢去諗，同埋唔好俾呢件事情影響到你哋嘅關係咯。就係咁啦。好，下一條 X 喜歡我嗎？係寶劍2嘅逆位置，中意嘅，但係就都中意到出面噶啦，你都 feel 到佢中意你噶啦，只不過我感覺你對佢冇意思喎，係咪？我有種咁樣嘅感覺，佢係對你有意思嘅，但係未去到會想去積極追求你，或者想將你納入去感情關係嘅嗰個考慮咯。
佢中意你，但係我覺得你唔中意佢，定係你中意俾佢中意嘅嗰個感覺，啱唔啱啊？因為呢張係權杖六，係受人景仰啊，好多人圍住自己，覺得自己好風光嘅嗰個嘅感覺啊。呢張係錢幣四嘅逆位置喎，我感覺有一邊係有關係，唔知可能係拍緊拖，已經有對象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問佢中唔中意你嘅，我感覺你係咪想去換咗個 partner 佢？呢個事情有啲難度喎。如果你想要換走，即係你可能會因為對方中意你而去考慮會唔會換走咗個 partner 呢件事情，我覺得唔係一個好啱嘅時機。同埋呢兩個，你依家現任啦，或者對方你依家問嘅嗰個對象都好啦，我唔覺得兩個人都係適合你。你可以再慢慢考慮下，或者唔好咁快考慮去換 partner 住先咯。你依家嗰個照一齊住先，亦都唔好去諗。頭先你問 X 係咪 X 其實有冇機會去發展呢啲嘢咯？佢中意你係有嘅，有嗰個暗湧嘅，但係就我唔覺得係一個適合發展嘅人，會牽扯到好多嘅問題出現，所以就暫時唔建議你去考慮佢先咯。即使佢中意你都好啦。好，下一條。I 係咪已經放棄咗？係咪放棄同你之間嘅關係啊？半放棄狀態啦，呢張9號隱士牌嚟嘅半放棄啦，我會話，佢頭先係正位定逆位嘅？我唔記得咗添，好似係逆位字嚟喎。sorry 啊，碌得太快添。而隱士牌啦，如果佢正位置嘅，其實佢都仲有份暗湧喺度嘅，但係佢逆位置嘅話，嗰份曾經嘅感覺，佢決定唔再去諗啦，唔再去煩啦。覺得諗落去煩落去都好似唔會有一個解決嘅結果嘅話，所以我會話佢係半放棄，定係佢感受性上面同埋佢思想上面其實仲有你嘅存在同埋你嘅可能性喺度咯。只不過佢覺得呢一刻佢唔係好想再諗落去糾纏落去，暫時去抽離咗依家呢個嘅狀態咯，所以你話佢咪放棄，我覺得就一半一半啦。好，下一條，到時 DSE speaking 嘅結果會係點？唔錯啊，做得幾好啊！呢張係聖杯六嘅正位置啊，好知道要講啲乜嘢，好表達到嗰個想法同埋個態度，回應到嗰個主題，成件事情係好順利地去演繹到出嚟，咁所以我覺得唔需要擔心，做得唔錯啊！要嘅感情，要嘅技巧，全部都好自然地去 present 到出嚟，唔需要太擔心喎。好，下一題，想問依家 NG 當我 P 係乜嘢？應該問緊關係啦，係咪啊？一個已經唔再中意嘅人咯，曾經係好中意嘅，好重視呢段關係嘅聖杯二逆位置啦。佢曾經係好中意呢段關係，或者都覺得呢段關係係有可能繼續發展落去，大家一齊相處係好舒服嘅。但係依家佢就覺得可能已經唔再適合啦，唔係再大家當初所認識嘅嗰個人，咁一齊相處已經冇咗嗰種感覺嘅話，佢就覺得即係就真係分開咯。我自己覺得係，所以佢當你係咩嘅，就係一個有種前度嘅感覺。我唔知你會唔會想問復合，我睇下先，或者仲問有冇機會。哇，佢直情俾埋 Lover 牌，呢兩張都已經係情侶牌嚟噶，我覺得真係唔使諗啦。我覺得真係唔好諗啦，已經係冇機會再發展啦。過去嘅已經過去晒，都翻唔到去轉頭。Lover 牌係戀人六號戀人逆位置，加上聖杯二嘅逆位置。我真係覺得你放棄啦，乖啦，唔好再諗佢啦，唔適合你嘅呢個人，過咗去啦。太多情緒上面嘅嘢喺度影響緊你，主導咗你，可能一啲失敗或者唔願意放棄、唔甘心嘅感覺咯，我覺得比較多，所以就令到你成日喺度諗究竟呢段關係仲有冇嗰個可能性，好想復合，究竟前度係點樣諗咁樣。但係我覺得冇啊，真係緣分嚟嘅。我更加傾向話你哋可能緣盡咗，已經過咗去啦，所以再諗點樣復合或者未來都好啦，都冇呢個必要。你反而去投入一啲新嘅關係，會對你有更加多嘅幫助。好，下一條，想問下一周嘅運勢。好好啊，整體嘅運勢好開心，好熱鬧，正能量，積極嘅，做咩都會好順利嘅一個禮拜嚟嘅。咁所以就有想做嘅就去做啦，有想試嘅又去試啦，想休息就去休息啦，即係做咩決定都唔會係一個錯嘅決定。呢張係太陽牌嚟，所以就祝福你下個禮拜會好開心啊，過得。下一條，幾時先出鋪？
錢幣二逆位置幾時先出鋪啊？好忙喎，你工作事業或者私人嘅嘢啲時間都排到好亂喎。如果你想出鋪嘅，我覺得你要穩定好你自己嘅日常嘅 schedule 運作先咯。真係空出到一啲時間出嚟拍拖，俾我感覺你實在太忙啦。嚟緊會唔會有合適嘅對象？都唔會喎，你留戀緊舊時某啲嘅對象係咪？有冇留戀緊一啲嘅人走唔出情關咧？所以就用工作去麻醉自己，但係同時都令到自己冇時間去揾一啲新嘅對象。拍拖對你嚟講好大壓力喎，你寧願唔拍拖喎，咁所以其實出唔出鋪對你嚟講都唔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位，咁不如更加投入去工作或者發展自己個人事業、學業嘅未來啦。唔需要太急住去拍拖，拍拖對你依家階段嘅你冇任何幫助，而且只會徒增你生活上嘅壓力。好，下一條 C 對我 V 有咩感覺？仲有冇愛情上嘅鍾意？冇啦，對你咩感覺？我已經唔再視為一個可以發展嘅對象。錢幣侍者逆位置，如果係正位置嘅，其實有機會嘅，見到有粒種子喺度，會想一齊去耕耘去發展嘅。但係佢逆位置嘅就覺得冇啦，好多嘢都唔夾啊，價值觀啊，對未來嘅睇法啊，人生嘅計劃咁樣都唔合適嘅，佢就將呢個機會放低咗，唔再去諗啦。反而專注喺工作上面啦，專注喺未來自己想實現嘅自我上面啦。權杖二嘅牌咁就，如果你喺工作上面支援佢嘅話，或者都有可能同佢嘅關係繼續保持聯絡嘅，但係感情上面嘅要素就暫時睇唔到啦，喺呢段關係。所以你問對你有冇感情愛情上嘅鍾意嘅係冇嘅。好，下一條大家對我嘅睇法。錢幣十嘅逆位置，有種身在福中不知福嘅感覺，明明已經擁有好多，得到好多，但係嗰個畫面好似永遠都滿足唔到你，刻意地去推翻咗自己已經擁有嘅一切。唔知你喺度對生命渴求緊啲乜嘢啦？但係佢話你明明已經擁有好多，你有好豐盛嘅人生啦，但係你都係有種唔滿意、唔中意嘅態度。喺你嘅日常生活入面，即使擁有咁多都好啦，聖杯三逆位置，你都覺得唔快樂，冇人同你分享到呢種嘅喜悅，咁變咗你覺得擁有全世界都好，但係冇人去理解明白你所擁有嘅嘢嘅話，或者一齊去分享你所擁有嘅嘢嘅話，其實你都係覺得唔快樂。所以其實歸根究底，你比起物質嘅需要，更需要其他情感嘅支持或者同伴嘅支持。而點樣先可以攞到呢啲其他人嘅所謂呢個係咪叫交友定人際關係嘅支援呢？咁你就要將你對人際關係嘅渴望大大聲聲咁表現出嚟，話俾所有人知。其實我好需要朋友，我好需要人陪伴，我好需要一齊去熱鬧，一齊去玩嘅咁樣嘅關係。但係有陣時你就收起咗你呢份慾望嘅話，咁變咗你感受唔到快樂。呢一個人嘅時候感受唔到快樂，即使你擁有好多創造出嚟嘅嘢，或者你已經有好多理想嘅豐盛嘅人生嘅環境狀態都好啦，你都唔快樂，因為你最終想要嘅係一啲好同到你一齊大癲大肺，一齊去玩，一齊去分享嘢嘅一個咁樣嘅對象。俾我感覺你好孤單，好孤獨。但係你收埋咗呢一份感覺，唔去展現出嚟嘅話，乜嘢都係改變唔到咯。咁所以大家對你點睇嘅就係咁樣睇咯。其實你可以主動啲同大家去做朋友嘅，你將你嘅慾望同大家講出嚟，然後大家要同你玩，累積咗更加多一齊共同經歷嘅嘢嘅時候，嗰種牽絆會更加深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啊，呢啲嘢比好多嘅物質、好多嘅環境，其實更可以滿足得到你，而呢樣嘢係你本質上面一直追求緊嘅嘢咯。咁呢個係大家對你嘅睇法。好，下一條，鄧同學點解中意我？如果同佢一齊會發生咩事？咁呢張係權杖五嘅逆位置咧，佢點解中意你啊？有啲難搞喎，你真係認定佢係中意你？權杖五嘅逆位置係你有冇曾經拯救過佢啊？喺一堆混亂問題狀態入面，你係唯一一個可能支持佢又或者認同佢嘅咁樣嘅一個人。如果同佢一齊咧，我唔覺得你哋會想一齊啊！對唔住啊，呢個前設。權杖五嘅逆位置，可能你會埋堆啦。我會話所謂嘅埋堆咯，喺一堆大家有好多唔同諗法嘅入面，你會揾到一個咁樣嘅對象，而同佢比較投契地去一齊經歷呢個嘅生活咯。但係你話感情
嘅要素嘅話，我就見唔到喺呢段關係入面噃。咁所以你問同佢一齊嘅話，我唔覺得呢段關係會長久啦，因為比起做情侶，可能做朋友，做互相了解嘅對象，即係佢啲咩咪叫閨蜜咧？去到又未去到嗰個地步嘅，比朋友以上更加多，但係又未去到閨蜜咁深入嘅嗰種生死之交嘅感覺咯。做朋友會比做情侶會更適合。好啦，今個禮拜覆嘅牌大概係咁多啦，跟住因為今次都有抽每一條問題都抽多咗，所以剩嘅牌唔係好多。咁就我發現呢個方法好處嘅就係我可以即時地去 clarify 到好多嘢，跟住俾到一個更詳細嘅解釋俾大家咯。唔知大家又鍾唔鍾意呢啲嘅嘢？但係好多時大家聽完之後，如果你唔去改善嘅，你每個禮拜問同一樣嘅問題嘅同一樣嘅事件都會係咁樣嘅發生咯。咁所以我都鼓勵大家要去聆聽啦，然後去察覺啦、發現啦、行動啦，再去改變咧，先真係幫助到大家嘅。咁最後咧，下個禮拜新年啊，抽一張牌去俾所有人啦，就嚟啦。係一張魔術師嘅牌逆位置嚟嘅，佢想話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自己有冇能力去顯化想要嘅生活啦。你哋所有人都喺生活入面屬於自己嘅生活上面嘅魔法師，只要你願意嘅，隨時都可以創造到你想要嘅嘢出嚟。所以對自己多啲嘅信心啦，對未來多啲嘅希望啦，相信自己內心入面嘅一啲想法同埋真正想做嘅嘢啦。只要朝住呢個方向嘅話，所有嘅問題都會因應你嘅念頭而去顯化到一個合適嘅道路俾你去行，同埋去過真正你想要嘅生活嘅。咁所以好多時唔好去抗拒生活上面嘅一啲變化，積極啲去接受一啲嘅困難，同埋積極啲去想像多啲唔同嘅可能性啦，從而慢慢去改善自己嘅生活，邁向一個更加理想同埋順利嘅階段。咁喺度祝大家新年快樂啦，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啦，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可以攞返自己人生嘅主權，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喺呢度就多謝大家支持啦，我哋下個禮拜見，拜拜。